唔留意隨時少攞幾千蚊。好多街坊問澳門滿65歲永久居民嘅長者退休究竟有幾多福利？今日一次過同大家講翻。首先分開幾樣，第一樣死保嘅養老金，要供夠死保先有資格，最高每個月可以攞到3900蚊澳門幣嘅，咁一年總共有發13次，呢個唔係人人都可以拎到嘅。第二樣敬老金，大家都叫做生果金，只需要滿足65歲嘅永久居民，一年嘅話都可以拎到1萬蚊嘅。另外再加上每年嘅全民現金分享，永久居民嘅話每年都可以攞到1萬蚊嘅，非永久嘅話就可以攞到6000蚊。仲有央積金係屬於額外嘅退休儲蓄，政府每年有盈餘都會派發俾每個人有7000蚊左右，65歲先可以一次過拎晒戶口嘅所有錢。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在職期間僱主同埋員工一齊供嘅養老金，喺離職嘅時候或者係退休嘅時候可以一次過攞晒。交通方面，長者澳門通搭巴士輕軌都係免費，長者嘅飯堂都有另外有優惠嘅。醫療方面，65歲嘅永久居民憑住身份證去到山頂嘅公立醫院專科住院都係免費，就連進口藥都係嘅。唯一唔好嘅地方就係需要排期。喺澳門嘅所有衛生中心，全澳嘅居民睇病都係唔需要俾錢嘅。感應湖同埋科大係屬於私家醫院，有折扣優惠，但唔係免費。總結一次，養老金、央積金嘅話需要符合資格先有，敬老金嘅話則需要有65歲永久居民先可以攞到。唔清楚自己有冇資格，可以到社工局或者係社保基金去查詢。唔留意隨時少攞幾千蚊。仲有咩唔明？下方留言，關注知名得閒飲茶。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